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孤独，伊毋是孤单，嘛毋是孤单，伊是家己甲家己斗阵的心事。是恬静、无交叉、无混杂的情忧，是斟酌去听家己迄个心内底的声，是美伫头壳底清清楚楚热心的时阵，是内心甲家己真实良善表白的机会。孤独，互咱去找到看无的家己。享受束缚的甘甜，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86集，欣赏的是伫咱即届甲海洋台语文学杂志联合举办的台语新诗评选活动。社会组得到优选的作品，来自中华县的吕昭燕老师伊所写的《孤独》。所以去，咱邀请吕昭燕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缘由甲背景。迄一天，我伫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的保地戏馆内底当咧值班，外口拄啊好咧落大雨，无啥物人来参观，四周围点寂寂。保地戏馆内底，就剩我家一个人，家己甲家己咧斗阵。毋过，这个时阵的我，并无感觉孤单，因为我的头壳底清清楚楚知影家己当咧值班，就安尼，互我去想到一句话：孤独，伊毋是孤单，嘛毋是孤单。这首诗，嘛因为安尼，一个音段来写出来。我感觉咱现代人，工商社会，啥物都拢要紧，啥物都拢要快，分分了了的代志遮尔啊多，是是非非，真真假假，到底有啥物代志才是咱真真正正需要的？咱要甜的，敢讲？咱要忘，要享受无交叉、无混杂的情忧。咱上欠缺到底是啥物？是伫恬静的时阵，甲家己真心的对话。凡是咱的想法会因为安尼来改变，咱的代志对代志的判断。会有无共，困难的代志，就安尼轻巧来解决啦。
互心肝底迄支良心的笑，来让这是是非非的代志，去找找到每一个人秘伫心肝院啊，迄个上良善的家己。伊毋是孤单，嘛毋是孤单，伊是家己甲家己斗阵的心事，是恬静、无骄吵、无混杂的情忧，是斟酌去听家己迄个心内底的声，是秘伫头壳底清清楚楚咧心的时阵，是内心甲家己真实良善表白的机会。孤独，互咱去找到看无的家己，享受寂寞的甘甜。说入去，咱邀请即届评审委员李琴花老师来为咱做一个讲评。社会组汉字写孤独但是伊内底佫有第一段就写着讲孤独，是共汉字啦所以这个孤独毋是孤独虽然汉字写相像，但是罗马字写无相像。台语孤独无拄拄是孤独所以孤独是负面的，是无好的。但是孤独伊伫这首诗内底，甲伊写甲比足好的，比寂寞的甘甜。这个孤独，美伫头壳底，安尼心清清楚楚的心，就是伫遐有咧震动伫遐会当得到情忧啦，伫遐会当得到家己甲家己斗阵的心事然后佫会当家己自我表白这个良善反省所以这个是做内省、做迄个深沉的迄个思考的一首诗，写了真好，甲孤独的境界拢表达出来。是斟酌去听家己迄个心内底的声，是秘伫头壳底清清楚楚内心的时阵，是内心甲家己真实良善表白的机会。孤独，互咱去找到看无的家己。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吕兆燕老师写诗，李琴花老师讲评，专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下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